第一，我諗我哋嘅學生咧，其實真係好需要咧，就係去首先了解自己啦，無論係能力啦、興趣啦，同埋自己嘅強項。咁亦都喺實習嘅過程裏面咧，我哋學生真係可以親身體驗喺個職場裏面究竟對佢自己嘅要求，同埋咧究竟應該以一個乜嘢嘅態度去面對一個實習嘅工作。咁我哋都希望咧透過呢個計劃咧，令到佢哋可以及早裝備自己，令到未來咧去升學同埋就業咧都可以作一個更好嘅規劃。我諗 YV 咧係一個好好嘅 project 啦，可以幫到我哋學校嘅同學啦，可以認識自己多啲，亦都認識唔同嘅職場嘅環境多啲。佢係填補咗學校咧喺呢個部分嘅一啲空缺。咁啊，預祝 YV 未來10年更加成功。YV 呢個計劃咧，其實俾咧年青人係一個好個性化嘅一個program 嚟嘅，讓到咧學生能夠根據自己嘅興趣同埋呢一個嘅想法咧，去揾佢個職場或者職涯生活。咁我覺得呢一個係非常值得推介嘅。同學參加咗 YV 呢個計劃咧，個得着好多。翻到嚟學校咧，佢哋個無論係責任感啦，甚至乎係佢哋對未來嘅規劃嘅方向、對前路嘅情況咧，都咧好清晰。咁各方面咧，其實咧都有好大嘅得着。最重要嘅就係咧 YV 呢個計劃，其實佢哋係根據同學嘅興趣編排佢哋去實習嘅工作體驗嘅環境。咁喺呢個情況底下，同學係喺佢自己有興趣嘅背景之下咧，去探索佢自己嘅未來前路。呢個機會係好難得，同學亦都得着好多。